总统蔡英文要访问美洲10天，会拜访咱的邦交国瓜地马拉甲贝里斯，决定过境美国，要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墨西哥华雷斯城有移民中心着火烧，上无40人死亡。着火原因竟然是移民知影家己要互遣返，伫咧门口放火抗议。澳洲一间公司用长毛象的 DNA 培养出一粒长毛象拍丸，不过到今也无人敢食，惊讲几落千年前的2辈子食落会问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起先来看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消息。总统蔡英文对今日开始要访问美洲，行程计共是10天9暝。头一站也就是明仔载要过境美国的纽约，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赞助的活动演讲。智库会办全球领导力的奖项给蔡总统。离开纽约了后，蔡总统要去访问2个中美洲的邦交国，4月初1到瓜地马拉，4月初3到贝里斯。其因的总统也是总理。外交部长吴钊燮外甲两公签一寡合作协定。3月4月初5，蔡总统回程的半中路会阁过境美国一届，停留伫咧洛杉矶2暝，安排要见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这座民主伙伴共赢之路启程进程，蔡总统发表谈话表示，台湾走向世界决心节愈来愈坚定。这回日本的朝日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拢有派人对团采访。这看得出来，讲国际是真关注这座行程。当然，中国迄边是无可能会激点点。中国国台办就强调讲，若是蔡总统甲麦卡锡见面，就是严重违反一中原则，放调要坚决反击。受到疫情的影响，隔3冬外，总统蔡英文阁一摆出访，而到启动民主伙伴共赢之路，伫同机场发表行程的讲话，强调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只会愈坚定。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我们冷静、自信，不屈服，不挑衅。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走向世界。专机飞起嚟了后，空军是派4架 F-16盘飞护送总统。蔡总统是透过机场的公布，亲身证实会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这摆10天9暝的行程，暗算伫台湾时间30个半暝3点到纽约。蔡总统会接受智库的颁奖和演讲。4月初1到友邦瓜地马拉，4月初3到贝里斯，4月初5过境美国洛杉矶。蔡总统会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嘛会伫雷军图书馆演讲。暗算4月初1登来到台湾。不过蔡总统出访进程，中国国台办强调，若蔡英文和麦卡锡见面，就是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一定会采取措施坚决回击。美国国务院亚太组庆康达嘛临时延后针对华府外籍记者做的蔡总统过境简报。白宫的国安会是搁一摆讲，这摆出访毋是官方访问，无安排美国官员和蔡英文来见面。这摆专机是采用加悬的防疫规格，访团的成员伫咧机场拢爱挂喙罨，这位嘛拢让几啊个。另外，防疫隔离嘛有一区，若有人身体无爽快，就当刷到遮。这有加起来嘛有便所，而且有专职的机组员。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美国跟日本达成贸易协定，两国之间要对生产电动车电池的矿物限制出口，对电池供应链方面开始合作，减少对中国进口原料。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有9间属价航空公司，以人口比例来看是全世界上介多。疫情解封了后，侪韩国人出国旅游。日本、台湾、东南亚、关岛侪所在外国观光客，拢是韩国人上介多。英国《Times》报道，英国政府按算甲船啊规划做安置难民的所在，未来难民就被放送去苏式的旅馆，望用这款方式哈非法难民，阻挡因继续偷渡入境。3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2021年国会暴动案，联邦政府要求前副总统潘斯出庭作证，不过潘斯真有可能是用危险做理由来拒绝。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田纳西州将一站校园枪杀案造成6个人死亡。根据警方调查，凶手捌因为情绪障碍去看医生，所以有关会当合法买枪，而且目前的法律更无法度用精神疾病做理由甲伊枪没收。墨西哥的华雷斯城有一间移民中心着火烧，上无是有40个人死亡。这4者主要拢是瓜地马拉移民。
墨西哥当地政府是表示，这导火原因是移民知影讲家己要互遣返送回去啊，才会伫咧门口放火来抗议，想袂到煞造成悲剧。听到救护车内面的红色救袂大时阵，外口的牵手是靠甲徛袂在。Me dijeron que me los iban a dar y ya cuando se hicieron las 10 de la noche empezó a salir humo por todos lados, empezaron a salir todos corriendo y a los únicos que dejaron allá adentro encerrados fueron a los hombres. 华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华雷斯城这个移民拘留中心外口摆放了10具尸体。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讲，这件火灾造成重大死伤。导火迄当阵有68位来自中美洲甲南美洲的查甫人飞入内底。Esto tuvo que ver con una protesta que ellos iniciaron a partir, suponemos, de que se enteraron de que iban a hacer. 墨西哥检察总长办公室发声明，讲移民当局确定死伤者来自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甲厄瓜多，其中瓜地马拉上多。El coyotaje no es permitido en Guatemala, es un delito y nosotros tenemos Ucrania, la inflación del país, lo que acrecenta también la migración, sino también tenemos que reconocer que los cambios climáticos. 伫进前几礼拜，华雷斯城当局甲移民之间的关系正紧张。移民中心拢溃满，大家拢希望会当去美国。有超过30个移民庇护所甲其他的创意组织，第3个催告发一张公开批，讲有人伫这段期间被定罪，指控当局虐待移民，掠人的时阵伤过暴力，抑搁伫咧路的行，无缘无故就互警方判查身份。3个催几落百位以委内瑞拉为主的移民，听信谣言，就是讲美国将会放因入境，想要强行通过一座国际大桥入去美国德州的阿尔帕索。迄当阵，华雷斯城的情势就正紧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破产了后，创办人弗瑞德是互指控，甲客户的钱装入家己的乐地内，互人以洗钱、诈欺罪罪名起诉。但是，佮互查出讲，用4000万的美金讹洗中国的官员，解决伊的口罩去互动起来问题。若是寡罪全部拢成立，弗瑞德是真有可能会互判超过100年。这是1、2月的时阵，弗瑞德伫纽约要出庭的情形。伊今年31岁，用过捌是网络金融业真出名的人物。不过，因为伊创办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伫去年底申请破产以来，包括用客户的存款去投资其他的事业，或者是做政治捐款，致使客户无法度领现金，互指控诈欺、甲洗钱等等10外个罪名。不过，弗瑞德到目前为止，拢讲伊是无罪的。Most market participants in the digital asset ecosystem have advanced surveillance techniques to prevent financial crimes for all digital assets, including stablecoins, conducting Know Your Customer policies and blockchain surveillance on all users and deposits and withdrawals through our platform. 外国媒体报道指出，在 FTX 发生倒大风波进前，弗瑞德为了要互中国政府解除冻结子公司的口罩，伊涉嫌甲当地至少一个官员讹洗，金额超过4000万的美金。若是所有互指控的罪名拢有成立，伊可能就要面临10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在欧洲嘛传出金融业的问题，法国司法部所属的金融检察厅指控几啊间大型的银行涉及洗钱、诈欺、协助逃走税等等的罪行，在日内分几啊路同步来搜查，包括兴业、甲汇丰等等5间法国甲外商银行。法兰西24月青电视的报道讲，银行业去互指控甲好业存款户强无，由客户伫分股利进前，将银行的股份买入来，分了后就随卖掉。透过这种方式来协助有钱的客户逃走税。美联社指出，因为涉案的存款户有德国人，所以即届拢总动员16个检察官内底，有6个是为德国考量的检察署来的。公司新闻，齐家仁编译。4000年前冰河时期的长毛象，即阵是已经断种啊。不过，澳洲的人造肉公司是用长毛象的 DNA 培养出这粒长毛象肉丸，放伫咧荷兰的科普馆内底展览。人造肉公司执行长是表示，长毛象是因为气候变迁断种的代表动物之一。做出这粒肉丸，就是希望鼓励大众加食人造肉。若减少饲精生的数量，就会当尽量拖慢气候变迁的速度，而且佫毋免杀生。不过目前为止，也无人知影这粒长毛象的肉丸食起来是啥物味，因为连现场的科学家都毋敢食，惊讲这几落千年前的两杯酒食落人可能就会无命。
也若是料理即块肉，科学家是表示，闻起来气味甲酷鱼肉差不多。这个为实验室内底做出来的人造长毛象肉丸仔，公开这个时阵，舞台顶出现真奇怪音乐声。虽然搁过无几天，就是4月初1愚人节，不过澳洲人造肉公司的创办人强调讲，这个产品绝对不是咧为好人的。因摕到会当公开的长毛象 DNA 了后，才为伊生态上的亲戚，也就是非洲象的 DNA， 甲欠缺的序列补起来，了后才甲这个 DNA 的序列放入去羊的干细胞内底，复制出200亿个细胞，才做出来这个长毛象的肉丸仔。科学家甲这个真大粒的肉丸仔放伫烘箱内底豆豆烘，了后才用火鸡甲表面烘甲赤赤，然后气味写款。现场大概是乌人拄白人，因为这个已经有4000年历史的蛋白质。人若食落腹肚底了后，敢有安全，也搁爱做测试。不过煮这个肉丸仔的科学家讲，这个肉丸仔味道甲酷鱼肉是差不多。We won't eat the mammoth meatball right now. And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t eat it, but because this protein is literally 4,000 years old, we haven't seen it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It means that we would want to put it through seriously rigorous testing like we do with any product that we want to bring to market. 荷兰阿姆斯特丹科学博物馆，但是这个人造的长毛象肉丸仔，另外一个意义是为着要凸显食肉甲气候变迁的关联性。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的资料显示，从196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成长要1倍。也若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内底，畜牧业就占14.5%。估计到2050年，肉品的消费量会增加7成。科学家当地拍拼想要用人造肉或者是食物肉等等的产品来改变这个趋势。这间澳洲人造肉公司的创办人讲，伊相信家己无法度食素食较真清，不过伊伫雪梨开的这间新创公司，并不是要阻挡大家食肉，是要让大家有更较好的选择，让大家接受伫实验室内底制造出来的蛋白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迄长毛象的肉丸无人敢食，不过用动物细胞人工培养的禽型是真正已经伫咧新加坡就市啊。美国嘛按算今年对核准，像咱头拄则讲的，气候暖化甲畜牧业有真大的关系，所以市面上有袂少公司已经开发用豆仔类做的肉。不过听讲食起来甲真正的肉类口感也是有差，也若是利用动物细胞培养的肉，听讲口感就甲真的真相像。这块看起来那亲像假的禽型肉，但是又搁感觉有淡薄仔无共款的物件，就是美国一间公司伫实验室内面利用假的细胞培养出来的人造肉。今日去这间公司的实验室内面有真侪这种大型的 stainless 白铁的桶仔，或者生物反应器，为活体的动物仔身躯顶摕出来细胞，会伫这种生物反应器内面，甲一寡营养素浸做伙，或者动物细胞会当伫甲动物身躯底真相像的环境当中慢慢啊成长。变做一块会当互人食的肉。Through here you can see there's fluid in there and there's mixed with nutrients like vitamins and minerals, oxygen, all of that is mixed in there. And that becomes the clean feed for the animal cells. 事实上，为着要减少饲牛、饲猪、饲鸡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嘛为着要避免害这动物来食，互人感觉真残忍。自几啊年前就开始流行用人造肉来代替真正的肉，不过过去的人造肉大部分拢是用豆仔类做的素肉，就算做甲搁较成，食起来口味嘛无法度甲真正的肉完全共款。但是这种用动物细胞培养出来的人造肉，都袂有这种问题。Well, it is meat, so it is chicken. It'll taste exactly as you would expect a chicken to taste. So we're offering the choice to continue to eat real meat without giving it up or trying to become a vegetarian or a vegan. 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核准这种人工培养肉的国家是新加坡。一间叫做 Good Food 的公司，嘛是头一间伫新加坡卖这种人工培养肉的公司。即马这间 Upside Food 公司要拼看卖伫今年摕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核准，变做全美国头一间上市的人工培养肉公司。不过这种人造肉上大的问题，就是生产的成本伤悬，所以 Upside Food 公司打算要先找一寡较贵的餐厅合作。希望未来3年到5年以后，会当推广到大卖场，让一般民众食到这种以早伫小说内面才会出现伫实验室培养出来的人造肉。记者甘美恩编译。大卫雕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真出名的作品。美国有学校咧教文艺复兴的时阵，展大卫像的相片，则互家长抗议讲这是色情教材。校长洪必甲公布2种事迹。
首宗大卫上的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的馆长就表示，这烫捌体甲色情是完全无同的，邀请美国的家长甲学校亲身去参观。白色的雕像徛伫展览台面顶，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有名的艺术家画家米开朗基罗雕刻出来的作品《大卫像》，暂时说，予美国学生的家长认为是色情的教材。这个消息，予意大利人是拢惊一跳。Per me è simbolo di bellezza, è l'arte, quindi l'arte non si può giudicare come non è pornografia, è proprio arte, è bellezza, è un'altra cosa. Quindi. 美国非洲的塔拉赫斯高等学校向6年的学生介绍文艺复兴时代作品的时阵，展示大卫像的相片，受到3名家长抗议，其中2名认为学校无照有争议话题规定要求，提早通知家长要甲这款的课程。另外1名家长认为雕像身躯拢无穿衫是色情的教材，最后校长阁因为安尼避避实质。收藏这个雕像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就公开邀请校长甲家长。学生亲身去意大利参观雕像。You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nudity and pornography, and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same. And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a lot of ignorance really i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not knowing the Bible, not knowing the history, not knowing the art history, and the entire Western culture. 根据了解，引发争议的学校是美国地区学校，由纳税人出钱赞助，予学生免纳学费地当上课，所以将要完全独立伫当地学区外口运作。学校嘛规定，若是课程内底有争议，必须爱大声通知家长。外国媒体分析，欧洲社会普遍认为，美国因为社会愈来愈极端化，保守势力嘛伫各地使用对立的情绪，甚至予文化艺术受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予人感觉不可思议。伫罗马美国学院的人文学教授马拉士东认为，这个状况就是美国文化意识战争的上新的案例，需要注意。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柬埔寨境内湄公河有一款1号海猪，因为气候变迁加上渔民掠鱼啊，造成1号海猪受伤死亡。这20年来减百外只，目前敢若剩89只尔，强要断种啊！但柬埔寨政府是宣布成立保护区，搁要重重处罚非法掠鱼的渔民，希望会当挽救这款1号海猪的生态。古老这朴实的海猪啊，伫水底游来游去，看起来算甲真欢喜。这是柬埔寨东北部的吉济省，伫当地的湄公河，因为会当坐船划甲足近去看海猪啊，所以吸引真侪外国观光客来佚佗。这种头壳碰碰圆圆、喙短短的海猪，叫做1号海猪。虽然嘛会当伫海底生活，但是上主要是伫湄公河，佮有缅甸甲印尼的河川生活。但是莫叫是会当一摆看到几来只1号海猪，就表示因的数量真多。其实1号海猪是已经列入去濒临绝种危机的动物。根据科学家的调查，1997年的时，湄公河的1号海猪有200只，到2020年的时，敢若剩89只。气候变迁、河川的塑胶污染，还有渔民非法掠鱼，拢是造成1号海猪数量减少的原因。尤其是渔民用漏气网掠鱼，对1号海猪是上大的威胁。当地的居民有人的收入是靠过船啊，带观光客去看海猪；有人是专门做海猪的纪念品来卖。因嘛真烦恼，万一海猪若拢消失啊，以后要靠啥物来生活？虽然湄公河一直拢有巡逻河川的警卫，伫掠非法掠鱼的人，但是因为警卫的人数无够，效果并毋是介好。柬埔寨政府今年2月底宣布，伫东北部的湄公河成立1号海猪的保护区，违法伫遮用漏气网掠鱼，要坐加1年；若是用电鱼的方式掠鱼，要坐加5年。希望透过严格的法律保护1号海猪，互大家会当伫湄公河继续看到这种国宝级的动物，自在快乐的模样。记者甘延年编译。南非最近举办阿嬷的卡球世界杯，全世界是有32队去参加，球员拢是55岁以上的负责人。一寡时代讲家己因为运动身体加真健康，毋免阁靠食止痛药啊过日子。穿红色阿嬷想要传球，虽然互人砸落来，毋过球员输出绝招，要甲对手拼到底。
被叫做阿嬷骹球世界杯阿嬷国际骹球锦标赛伫南非林婆婆省正式展开。南非的瓦科古拉队是由55岁以上妇女组成。瓦科古拉是南非的从家语，意思就是阿嬷。I'm so excited because the people who we're playing against, they seem to be younger than us, and they are having speed. So as long as they beat us 3-2, we are go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beat them. 甲袂少老人共款受身体退化困扰，有5个孙仔66岁阿嬷弗洛拉，过去严重的关节炎，毋过伊破病了，开始踢骹球，想要到互伊病情转好，免阁靠止痛药啊，甚至更加健康，困眠品质也更较好。At this age, at my age, I think if I was not in this sport, I should have been confined in a wheelchair. 队伍当中，袂少年岁较大妇女拢照骹球运动改善身体状况，免阁靠药物。瓦科古拉队成立伫2007年，目的是增加当地年岁较大妇女的健康。这场4天的比赛是因所主办，吸引来自美国、法国等国，总共32队队伍来拼场。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